而家示範點樣連接皮膚檢測儀。首先按動呢個掣，呢個 setting， 跟住藍牙，未連接任何嘢嘅，跟住按動個掣，等到綠燈閃亮嗰陣時，佢又會出嚟問係咪連接，答案係。要等到皮膚檢測儀點樣為之啟動呢？係綠燈長着先至可以檢測皮膚，任何情況閃動其實檢測唔到皮膚嘅。而家示範一次，係成功做咗出嚟㗎啦。你記住，盞燈係冇閃動長着嘅。連接完皮膚檢測儀之後，而家到連接電子磅。第一樣嘢係又係開啟 setting 藍牙，而家淨係連接咗皮膚檢測儀，冇連接電子磅。首先入電芯啦，其實成個電子磅係冇掣㗎，唯獨是係呢一粒，呢粒嘅意思呢，突然間再示範俾你睇，其實係轉磅或者 kg 係靠呢一個掣。其實冇其他功能嘅，而家充咗電，而家係入咗電芯啦，着咗啦，佢閃動藍牙啦，佢會自動檢測係咪要同個電子磅連線，答案係啦。其實已經同個電子磅連線㗎啦。示範一次，我而家係冇顯示按壓重量，我而家按壓一次。上面係喐緊嘅，即係連接成功。正話講過後面嗰粒掣嘅用途，按動後面嗰掣嗰時變磅，變翻 kg， 完成。最後想測試嘅狀態，連接咗電子磅同埋皮膚檢測儀會係點嘅？你見到呢兩個係成功連接嘅，如果唔係嘅話呢，係冇辦法使用嘅。Hello 各位，我再講一次皮膚檢測儀點樣為之着，因為其實好重要嘅一環係按掣之後，佢一定係綠燈唔閃動先為之着。而家着咗啦，我掂落我隻手度，咁先至可以做成功呢，做測試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係唔會成功嘅。